引导的啊！你人打走的人的房间叫人困啊！引导的走来房间，甲你困。啊，贵妃啊，咱莫搁哭啊啦，莫搁伤心啊！啊，这么代志，咱都已经发生啊，发生去了啊，对无？你要叫我怎样袂伤心啦？若发生这个代志，我是要安怎嘛？哎呦，缘投的啊，啊你嘛是伫害啦！啊，怎么安尼发生这个代志，也无经过人的同意，啊，就安尼黑白来安尼。但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够严重？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什么咧无严重？要发生这个代志吼，你毋着爱早爱争取人的同意。啊，即摆既然甲无长无短已经发生啊吼，你着爱承认才对。母啊，我也毋是挑工的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讲我普通时拢有三个习惯。啊，我若下班的时，正常我就去困我的房间啊。啊，有当时啊出去钓鱼啊，啊一个转来，我是讲安尼规身躯安尼臭臭起家，我嘛惊讲吼，叫你偏着，你翕着，我就去困后尾间啊。啊，我三不过时啊有啉烧酒，我转来我一定拢困迄间固定困迄间水房啊。啊，自从贵妃啊搬入来住了后，我都久无啉啊，暂时去当着朋友好意，大家加喝几杯啊。啊，茫茫我哪会知影？你是惯性就行位已经入去啊，要困啊。我毋是挑工的啊。你搁讲你毋是挑工的，我知影啦，你故意的啦。我你讲我毋是挑工啊，你还莫大声好无啦？这是阮兜，恁兜。我即摆住在恁兜，啊，已经是我的房间，你哪会当黑白乱入去嘛？阮兜会比你的房间。我你讲，恁两个拢掂掂吼，啊，既然甲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安尼我甲恁讲，虽然讲咱这个缘投的是我后生无毋对，但是我今仔日讲话我也袂讲偏互伊。啊，你是一个装卡起来一个查某囡仔，但是咧，你第一摆互我看到，你就真介意我，我就真介意你啊，啊，真得我听。所以咧，我讲话我也袂骗你，我即摆讲一个上公道话，啊，恁两个慢慢啊听我讲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去了啊，吼，啊，咱即摆研究讲，看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，安尼就好。周金波啊，是要安怎处理啦？母啊，你敢若甲即件代志安尼讲啊足严重的，安尼是要处理啥？要处理啥？是你点啦，代志既然发生，你就听恁老母讲就好啊啦。啊，无规气安尼啦吼，啊，我才来拣一个较好的日子啦吼，啊，才陪你转来恁迄个屏东的庄卡呀吼，啊，来甲恁老爸老母提一下亲的啦。提亲？我迄个讲啥？提亲？拜托，你意思是讲我甲伊结婚啦？我才无爱咧。啥物你无爱？我才无爱咧，我才无爱咧，哼！你卖啊？你若卖，我哪毋肯的啦？你无爱？你讲的是啥物话？是我无爱哦，毋是你无爱哦。好，两个莫搁拄啊正啦吼，我甲恁讲啦。啊，当今仔日吼，会用讲当发生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我是一个做卡长的人啦吼，啊，我伫咧处理的是恁两个拢心平气和吼，啊，大家看来讨论吼，啊，既然代志都已经发生去了吼，所以我伫咧想吼，贵妃啊，若会讲咱这个科学时代是啥物情形，我是较毋知影啦。啊，若伫阮咧少年迄个时代吼，若发生这个代志吼，拢嘛是咱查某人小可较吃亏啦。啊，咱查某人若小可较吃亏的事吼。安尼就多少迄四字吼，甲提出来用讲啊，做顺其自然，安尼就好啊嘛。袂啦，迄哦有关系我的面前的，安尼我出去是要安怎见人嘛？大家莫讲就好啊，咱谁会知影？好，这是你讲的哦，你讲莫讲的哦。你手纸，你绝对袂讲出去。我甲你讲，袂讲就袂讲啦。衰啦，真正有衰啦。迄厝安尼吼，爱互人住，住甲全是非了了，啊全代志。缘投啊，你搁安讲？周金波啊，喂，周金波，你一定要替人做主啊！
会啦会啦，我绝对会替你做主吼。笑，我唔甘吼笑。哎，讲到即摆查某人吼，啊，敢若吸一个尔，无安怎，讲咧讲啊足严重的啦，敢若袂输安怎咧？啊，嘿嘿，安大诶，哈哈，哦，安达，啊，你家己伫遮咧啉烧酒哦？哎呀，看见咱心情真，迄样真好安尼，好，佮家一杯米露直直，迄样栽落安尼。当做我心情好咧啉的呀，我就是迄样的心情歹才咧啉酒的啦。啊，来做啉啊。安尼哦，好，好，哎，大诶，歹势咧，我来摕两块来。来，心情歹咧啉烧酒哦，莫假，我拄啊含迄个豆豉蛋的伫边仔吼，听你咧讲什物？诶，讲甲迄个什物查某囡仔吸着，啊，你是甲啥吸着安尼？贵妃啊啦，啥？哈？贵妃啊？诶，缘投的啦，等你嘛拜托，你上到互贵妃互家先，你敢知？诶，我前啊含迄个大一厅吼，咧甲你介绍迄个贵妃啊，讲贵妃啊生做偌水偌单纯，人搁好搁骨力，诶，啊，啥物你一直体一直讲无爱哦，啊，等经过无几工尔，啥物你甲吸落去啊？都对哦，当体时哦，都讲哦，贵妃啊无好哦，工嫌哦。我毋则讲哦，爱贵妃啊去恁住咧恁迄样的恁兜的时阵哦，住偌久是毋是有感情？啊，我是讲哦，住偌久有感情，迄样的你袂情伊才过几工尔，你就共吸去去哦。你讲啥啦？啊，但伊款型的我会介意，啊，伊着看卖你身材啦，头前后壁分也袂清楚啊，伊是加在讲迄个面罗啊，搁小可会看。对不对？我有可能去介意啊！莫假，我咧讲，人贵妃啊吼，是一个吼袂出嫁查某囡仔哦。啊，你即摆你共吸着，厉害啊！我来害啥？你一定要共娶，无袂使。啊，你爱共负责任。那我是要负什么责任啦？干那吸一个尔，无安怎要负什么责任嘛？啊？来，好啦，莫搁讲贵妃啊啦，讲着伊啊，你心情就烦起来。啉来，讲吧。你即摆是讲伊两个已经亲密做食饭啊？无恁两个，我甲你讲哦，迄饭一条乱食，话名乱讲呢。海你爱食啊？我袂去骗你啦，这是哦，迄缘投亲嘴讲的呢。啊，真是有即个代志哦。嘿，迄样还阁有诶呢。啊，哎，搁讲啥啊？啊，都迄样诶啦吼，嘿。好啊，莫搁咧迄样的啦，我咧讲啦，海你爱食啊？迄落去缘投讲吼，伊规身躯安尼一支那德国安尼扁啦。好佳在迄个大菜缸吼，真是个看有尔啦，啊若无头前后壁真是分袂清楚。你会笑死人啦！你即摆是咧共笑啥啦？只有你笑会出来。其实哦，这种代志哦，因两个若会做伙哦，这嘛算好事啊，对无？我跟你讲啦，这件代志若准啊讲做会成啊，上欢喜的什么人你知无？什么人？道金宝上欢喜。对，这无上欢喜。哈利什嘛？啊，你是啥物代志，哪笑甲遐欢喜？这样诶，歹势哦，哎，这啊，阮有代志哦，要先来吵啊。哦，啊，食拄好，我嘛有代志。钱来要走，唔紧再来看啥？有啦，我有咧行。回来钱嘛哈。啊，你这啊，啊，你即嘛？我是有啥物无共款哟？啊，无伊哪看我哪拢安尼？无，你咧起笑啦？啊，你毋是拢共款的吗？对啦，无啦。啊，有影，迄个贵妃啊，无吼，去内面哦，遐灰点点的吼。哦。老诶。安怎啦？你有看无？看着啥？迄贵妃啊，今仔日咯，安尼坐入来到底哦，安尼洗哦，敢若有啥物代志哦？看遐煮安尼吼，可能要发生啥物大代志哦。我看哦，这件代志哦，可能安怎？甲这缘投有关系。吼，也有一天呢，这个缘投去外口啉酒醉倒来，也看杨贵妃真倒喺眠床的。吼，伊一个看当做讲天上来这个仙女。哦，仙女下凡。所以甲伊发生不可告人之事啊。然后等酒一个醒起，发觉就讲，哎呀，
大事不妙。嘿，坏唔着人，所以吼，全甲放去上。我听你咧争暗，无可能啦！迄缘投我自细汉看到大汉，伊袂安尼做啦。因头你自细汉看大汉，对，安尼我问你咧，我互你问。后壁迄鸡条，遐鸡仔囝是毋是拢细只，互你看到大只？是啊，你知影倒一只配倒一只，倒一只拍倒一只，倒一只底倒一只无？迄都，你讲的较毋过啊，我毋是假，我要来知。啊无你讲你细汉看到大汉，甲你讲无定当，一定吼，就是吼杨贵花啊！吼，我想你要讲杨贵妹，我惊一不是跳。杨贵花，吼，去互即个缘投甲放杀。安尼哦，老诶，我讲吼，到即个地步来啊吼，即个查某囡仔吼，啊嘛算可怜，啊你偏偏查某人吼，较了解查某人诶痛苦，无吼，你好好甲安慰即个啦。好，这个好。妈呀！你先较压力长啦！你是要搁互我去养鱼哦？杨贵妃，我知影你受的委屈受了真大，你知影？知影？咱明明查某人，互相拢会了解。我真同情你。唉，过去代志就是过去啊啦，咱莫有想啊，全部放水流吼，敢若叫小狗咬着共款。奇怪，啊你哪会知影？因兜就答应我讲不爱讲的啊。唉，即落代志哦，你若准啊讲对阮翁仔讲，阮翁仔某讲哦，还佫袂要紧。伊去对迄个什么伊迄个什么名？迄个碰风啊！吼，碰风的啦，甲迄大字的，迄是咱庄仔内上出名的风扇头了。啥？伊死计去共讲哦？嘿，啊伊到底是共讲安怎啦？讲你甲缘投已经发生关系啊？啥？我甲伊发生关系？哦，有够超过啦！